把我丢进黑暗，我会带来光。道路太过艰难，我在你身旁。我所有做的说的，你不必理解。I'm the chosen one， 这一切自然扛着我的肩。什么原则全都被我打破， No matter I'm an android。看你那魂不夜空，晃动在血液中 ，You know I'm a tough boy。咖啡师的原则全都被我打破， No matter I'm an android。看你那魂不夜空，晃动在血液中 ，You know I'm a tough boy。Straight up, I'm the straight up, I'm the chosen one, I'm the chosen. 其他3个任务地点，你们自行讨论决定归属，可以用任何方式向任何目标争取自己想要的事儿。作战开始。元帅，你说的任何目标，包括你吗？过瘾过瘾！元帅，1号的任务我领了，剩下的你们挑。元帅不愧是前代天选候补，功力恰当。属下佩服。蛋！我选的是最偏远的峡谷，你们为什么要拦我？我们还是不是联邦军同僚啊，两位？元帅的意思很明白，魏少校先一步去峡谷，我们3个凭本事决定次序。你为什么偷跑？元帅说过让魏少校先行吗？没有啊，谁说让魏少校先行了？魏少校，请稍等，等我们决定了顺序，你最后一个再走。我们联邦军一向办事公道。这是上级的意思，烦请魏少校配合到底。啊，要不干脆一块动手，3两下干掉他。联手，哼，可笑。行了，这样吧，这3个任务路程相近，但地形不同。我提议，根据我们3人作战习惯来分配任务，让魏少校最后一个出发就行，免得舆论说我们欺负女流。
可以。好啊。罔顾大局，急功近利，排挤友军，就凭你们也配当天选候补？我决定了，我第一个走。我要执行距离最近的水域任务，而且走之前，我打算3两下干掉他。一起上吧，我让你们单手，免得舆论说我欺负你。你们那位美少女少校今年20岁是吧？她怎么当上天选候补的呀？啊，怎么当少校的呀？她是不是把你们边境部队上上下下老少爷们儿都伺候得特别舒服呀？啊，这家伙，教训他！干什么干什么？你们这帮乡巴佬想撒野吗？这里是联邦军的地盘。边境部队全体都有。到。白色目标点1号线路，即刻出发。是。那是我们的车。立正！哎呦，经理，我们的车呢？你没看住？嗯。 1号已经领先，我们必须立即出发。4号去地表，3号主城区，我去无人区，同意吗？同意。3号你呢？哼，我不去主城区。你想怎么样？什么？我去追魏庆。站住！你追魏庆去了，剩余一个目标点谁去？不要意气用事。这是上级命令。上级？
元帅吗？上级。2号，往3号走。是。2号、4号，你们立即出发，作战任务抓住元一分身。3号，你跟随卫青，作战任务彻底抹除边境部队，尤其卫青。元帅，即将到达机要室，请您做好准备。元帅，有人劫持了电梯。名将，为什么不遵照灯塔的作战指示？是谁有这个权限把这次抓捕定为中选的？你还挑动4大候补内斗？你不想抓元一了？我要你如实回答，否则我会将你强行收押。戴局长，你掌管灯塔信息部门，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挟持军事统帅，死罪，哼，那又如何？你要是还有良知，就回答问题。我不信当年最忠诚的天选候补会堕落成现在这副样子。哼，当代天选者第5人，历史最强者，他当年都没能抓住元一。元帅，这次元一有备而来，你觉得这4个小鬼能行吗？抓元一并不重要。不重要？这个人极其危险，已经搞得堡垒大乱了。越危险越好。以这次抓捕为天选中选是我建议的。抓获元一对4大候补来说，既是巨大诱惑，也是致命威胁。我要借此逼出4大候补本心和潜质，好让下任天选者脱颖而出。要是候补被元一干掉了呢？被磨断的刀扔掉就好。要是都被干掉了呢？说明都不堪用。你胆子太大了，这是拿人类未来豪赌。每32年从亿万人中选1个天选者来拯救世界，天选计划本来就是豪赌。那些幕后老板，他们知道你真实意图吗？我还活着，说明他们不知道。需要我做什么吗？在我的行动失败之前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优先保障自己的安全。辛苦了。元帅，戴局长监控已解除，我们又多了1位盟友。远远不够。刚刚的对话，我就不上报了。还没到你出卖我的时候。是。元帅，机要室到了。遵照李联邦指示，4大候补接替往生人执行此次抓捕任务。各区支援部队均已就位，等边境部队进入包围圈，3号会联合各部消灭卫青和元一。宁家，你是不是根本不打算抓元一啊？咦，第3个女侠，
有事情已经传遍联邦军了。我不是让你低调点吗？你就这么个低调法呀？好了，你来分析一下，你说元一为什么只找我？哼，现在知道问我意见啦？我之前说你怎么不听？听啊，我每次都听了，只是没照你说的做罢了。你呀，他找你的真正目的，现在我还猜不透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一定会再次接触你的，说不定就在今晚。那我该抓他还是利用他？珍妮，说话，珍妮。你退出吧。什么？联邦军部气氛很不对，我怀疑今天他们要对你不利。那要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那还有元一呢，你跟他扯上关系就死定了。停止任务，退出天选，我们回边境吧。边境这些年枉死多少人了？死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别瞎说。只有赢下天选，才能打破边境的困境，不是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他们不会让我当天选者的，所以我要找元一合作。我要借他的力量和整个堡垒斗一斗，哪怕不当天选者，哪怕不能给我父亲和5万边军洗刷污名，我也要除掉李联邦，把这一切全部终结。魏琪，你冷静一点。报告，4号帅部跟上来了，这家伙怕是疯了。6万，联邦部队已在我们的目标地点集结。少校，联邦军大概是想跟咱们抢功劳，咱别干了吧？退出吧，少校！退出吧，上校！回边境吧！他们要干什么呀？他们可能要对我们不利啊！元一的信号呢？信号稳定，无异动。老李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但是他们会让我们退出吗？我们能退到哪里去？退回边境，让饭都吃不饱的边境居民保护我们？各位，不能退，一起战斗到底吧！拜托大家了。是。都听到了吧？少校命令，准备战斗！是。魏钦，终点就在这条路的尽头，希望你准备好了。堡垒纪元2005年2月30日，天宫矩阵第34号空岛突然对堡垒东南边境战区发起空袭，边境部队首领魏培擅离职守，致使边军陷入无人指挥的混乱境地。素有地上堡垒美名的边境军，在这场战斗中没能组织起任何一次有效反击，导致包括5万边军在内的近6万边境人白白丧生。这场边境惨案之后，联邦在调查中发现了边军的严重腐败，从此终止对东南边境的一切经济和物资援助。这些是联邦官方对边境惨案的记录，是彻底的谎言。我知道真相，我要当上天选者，将一切拨乱反正。每天过的是生活热，隔绝在乱世之中活着，不愿意让人岁月蹉跎，从不畏惧困难，从不害怕挫折，大家都要面对，已经没时间流泪，直到
到结局的时候，也从没想过会后悔。从来都不会去违背天选的规则，运气和勇气一直在配合，不去想会吃多少的亏，让自己后悔才是最大的罪过。让我拯救世界，这是天意，难为的生命无数陷阱。开启鹰眼，我要开始飞行，可这是当无处不在的危险。等待不一定能够带来光明，天选不一定只是能够无情。未知的恐惧来自天空，这为希望从不愿服从天命。终于幸福在长大以后，所有人共同面对宇宙。